大家好，歡迎收睇集英國新聞快訊，我係港豬，呢節為你帶嚟3則消息。第一則呢，就係英國全國唔係淨係倫敦因為咧倫敦發生咗呢個持刀嘅襲擊案之後呢，就係將恐襲嘅威脅升到去 severe， 即係嚴重或者嚴峻嘅水平即係話呢，未來6個月係極大機會有可能發生再一次呢有呢個恐襲事件發生啦咁我一陣間會講多少少呢一單嘅持刀襲擊案已知嘅事實啦。另外呢，就係都可以講講呢，就係首相司機然呢去現場視察呢，竟然俾人噓話佢呢辦事不力一陣間呢會講多少少另外呢，都想同大家分享另一單新聞呢，就係根據一個最新嘅調查呢，大約有300萬戶英國嘅家庭因為經濟壓力呢係被逼呢就係會 skip 咗可能一餐唔食，或者係減少食嘢去捱餓呢去應付呢一個生活成本上漲，情況都非常之嚴峻嘅。一陣間講講啦另外呢，就係同大家分享呢個呢，就係選情都係政治新聞啦。就係呢個改革黨嘅黨魁法拉奇呢，原來佢係獲得500萬英鎊嘅捐款，但係呢就涉嫌呢冇按規定係去到申報，所以呢，而家選舉委員會就考慮調查。另外咧，保守黨同工黨指責咧佢係違反議事規則啦，亦都係咧將佢舉報去國會嘅一個叫做調查員嗰度咧，去調查佢究竟有冇違反咧國會議員嘅守則一陣間都會講多少少呢單新聞。開始之前提提你，記得訂閱同埋分享我嘅頻道，仲要撳埋隔離個鈴鈴嘅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多謝你嘅支持。好啦，先講第一單消息咧，就係關於英國咧係上調咗恐怖襲擊嘅威脅等級，由 substantial 即係顯著聽落本身顯著已經好得人驚啦，升到係嚴重或者嚴峻 severe 咁樣。先同大家講少少咧，就係一啲背景資料啦，即係究竟呢啲唔同嘅威脅等級咧係咩意思啦severe 咧就係代表咧襲擊咧係高度可能發生。如果以機會率嚟講咧，恐怖襲擊咧係極度可能喺未來6個月之內發生即係你同我都住喺嘅地方英國因為講全英國，雖然呢一單事件呢係源自倫敦但係全國咧都提升到嚴重嘅水平。反恐分析中心咧，政府個部門咧就話咧，其實咧唔係淨係因為倫敦呢一單嘅叫做持刀襲擊事件，仲有包括咧就係英國境內嘅伊斯蘭極端主義同埋極右翼嘅恐怖威脅咧係長期上升嘅趨勢，再加上就係俄羅斯、中國同伊朗等等嘅外國勢力咧，佢哋資助嘅一啲實體威脅喺英國咧越嚟越嚴重，所以決定就係將英國嘅恐襲等級咧係調高到去 severe 嚴重嘅水平。好快講講咧，就呢啲等級嘅分類睇下大家覺得需唔需要擔心啦。最低級別就係 low low 即係話咧襲擊咧極之不可能。另外就 moderate 就係中等，即係話襲擊係可能，但係不具有好明確嘅可能性。另外咧就係而家調升之前嗰個啦，就 substantial 啦，可以譯做顯著啦，即係話咧襲擊好可能發生。原來不嬲咧，英國咧大家生活嘅地方咧已經襲擊係好可能發生噶啦。但係而家啱上調咗做 severe 嚴重或者嚴峻，即係話襲擊係高度可能發生。大家要留意啦，你係住喺一個咧恐怖襲擊高度可能發生嘅國家嗰度㗎唔知大家會唔會好擔心另外咧，如果再上調嘅話咧，最高級別就叫 critical 危急，就係襲擊預計會喺短期之內發生，暫時未去到呢格暫時只不過咧就去到 severe， 係未來半年咧係高度可能發生嘅，咁都死啦係嘛，高度可能點解今次會調升呢？剛才講過啦，有啲本身不嬲存在因素，有外在因素啦。另一樣嘢就係倫敦啱啱咧4月29號星期三發生嘅一單持刀襲擊案啦講少少細節之前嗰集新聞都講過，呢集咧講多少少已知嘅一啲細節。原來咧就係一個男子咧喺巴士站啦即係倫敦北部一個叫 Golders Green 嘅地方，喺個巴士站附近呢，就係向嗰啲戴嗰啲猶太嗰啲帽仔keeper 嗰啲帽仔咧嘅人襲擊。
然之後咧就係隨後咧喺警方叫做想追佢捉佢嘅時候咧，喺馬路中間咧就同警方對峙噶。兩個咧就係警察咧就係用電擊槍將佢制服。而咧就係警方咧制服過程之中咧就係要多次咧係要去踢佢啊剩啊咁樣先至可以制服到佢，因為咧佢有攻擊性同埋拒絕放棄把刀噶。結果有2個人受傷噶嚇，受傷者咧包括就34歲噶嚇。呢個咧係胸部受傷，肺部係需要復原噶。佢話自己生還係一個奇蹟。另外一位就76歲嘅人啦，佢咧就係傷勢比較嚴重，目前情況都係穩定噶。後生啲嗰個咧，佢就係話佢係離開猶太會堂前往工作嘅途中咧，係遭到襲擊。亦都佢指責咧政府喺過去幾個月之內咧都未能夠保護猶太社區啊。講多少少我哋而家已知嘅嫌犯嘅背景啦。佢咧45歲叫 Essa， 佢咧就係出生喺索馬利亞呢個地方，90年代隨住父母合法移居英國。而家咧已經係英國公民啦，曾經咧做過學校嘅保安，亦都做過索馬利亞語嘅翻譯。最大鑊係乜嘢呢？原來咧佢曾經有暴力記錄，甚至咧警方都接到一個，或者政府都接到一個曾經通報話咧，佢有可能涉及到一啲極端主義嘅行為㗎。先講就係08年嘅時候咧，佢喺 Swindon 呢個地方曾經持刀襲擊過一個警員同埋嗰隻警犬啊，唔係淨係人啊，人畜都有害啊，都傷害嘅，連隻警犬都襲擊啊。導致咧就係警員傷重啊，需要長期咧唔能夠擔任警察嘅工作。呢一個人咧因為咁被判刑9年。而當時遇襲嘅警員咧曾經講過話，喂，呢個人咧係極度叫做危險啊，就話咧佢極度有機會再犯㗎。但係嗰位受害警員講完咁啦，但係結果佢放咗監出嚟啦嚇。後來咧原來喺2020年嘅時候咧，呢個人曾經被轉介去政府嘅一個反極端主義計劃，叫 Prevent 啊，即係預防啦，個中文名我譯做。逢係有一啲咧涉及到可能有啲行為咧有機會咧係出現咗極端行為嘅咧，都會有機會係俾一啲警察啊、社工啊等等嘅人士咧係要轉介啦嚇。但個案件咧即係呢個轉介咗之後咧，係同年嘅結案啦，同一年即係2020年嘅時候冇採取咩行動去繼續長期監視佢啊，長期去叫做咧追蹤住佢嘅行為啊。所以咧結果就係又唔可以話放生咗佢啦，但係確實咧就係冇繼續跟進佢嘅情況㗎。好啦，原來咧，佢本身咧喺星期3咧發生襲擊之前幾個鐘，都涉嫌咧就係喺倫敦咧同一個當地人咧發生過爭執，亦都導致對方已經受咗輕傷啊！結果咧佢可能唔知心唔夠醜定咩啦，就再去到呢個 Gooders Green 嘅地方再襲擊人啊！今次係持刀襲擊，傷咗2個人啊咁樣。警方咧就話咧佢哋咧其實係咧已經落力保護猶太社區噶啦，政府亦都撥咗2500萬鎊，今年咧淨係保護猶太社區嘅總 budget 咧已經達到破紀錄嘅5800萬英鎊。包括咧就係猶太會堂啦、學校啦、社區中心加強警力巡邏啦，仲有便衣警察咧係去到參與同埋咧去加強防護措施。而首相司紀賢咧係宣布咧係會加快立法，賦予內相新嘅權力，禁止就係啲敵對國家，特別係伊朗咧有關係嘅啲組織同代理人活動啦。同埋承諾係加快對於反猶太主義襲擊嘅判刑速度，提升阻嚇力。另外咧，司紀賢亦都話咧，對於呢啲親巴勒斯坦遊行入邊出現激進口號咧，係採取強硬嘅立場啊。咁就係話咧，如果有啲人喺個遊行入邊咧，係嗌一啲嘅口號敏感嘅口號，或者咧就係佩戴某一啲嘅圖像啊，有啲嘅符號啦，就係咧叫做咧去到崇拜殺害猶太人嘅行為咧，係應該被視為極端種族主義同埋要起訴噶。似乎佢咧對於巴勒斯坦嘅一啲親巴勒斯坦嘅遊行咧同埋行為咧一啲激進化咧係硬起來啦咁樣，但係似乎咧民眾唔係好收貨啊。佢喺星期4啊，真係親身咧去 Gooders Green 呢一個嘅襲擊現場視察，話咁即係咧。你擺明咧就係入到去一盞俾人鬧嘅啫，確實真係俾人鬧啊！佢去到咧就有
大約100個示威者抗議啊，當地嘅啲民眾啊，嗰個係一個猶太社區嚟噶嘛嚇，咁啊大嗌啦，施紀賢啊，你呢個猶太人嘅傷害者咁樣，叛徒咁樣啦，係噓佢啦嚇，鬧佢啦，批評佢領導無方，就係得個噏字，口頭安慰啊，口惠實不至啊咁樣啦。因為居民就話咧，近期發生咗好多咧猶太社區嘅襲擊，3月份咧有救護車縱火啦，係猶太社區自己嗰啲救護車啊，唔係政府嗰啲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多個地方咧被縱火啦，而家仲發生埋咧刀仔襲擊添啦。咁啊，當地社區感到被拋棄、被遺棄，甚至有居民話考慮咧移居翻去以色列咁話㗎嚇。咁啊，另外咧就係佢哋嘅首席拉比啦嚇，即係佢哋嘅長老啦，亦都話咧譴責嘅言辭咧已經唔足夠㗎啦，我哋必須要共同面對嘅仇恨啊咁樣。咁啊，另外剛才講嘅遇襲者就話政府冇盡到責任啦，咁樣我哋社區就呢種襲擊咧，但係政府做唔到嘢咁樣。咁啊，內相就唔同意嘅，佢話你會竭盡全力保護猶太人嘅安全啊。咁啊，大家點睇咧嚇？對於咧即係越嚟越多嘅近來嘅反猶太事件啦，未必關大家事，直接關大家事啦嚇。咁但係啊，你會唔會覺得咧？好似政府所講要提升呢個恐怖襲擊嘅警戒咧，會唔會覺得真係可能好有機會咧喺未來一段時間會發生恐怖襲擊？你會唔會擔心咧嚇？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啊！好啦，跟住咧講另一單新聞咧，就係都係好嚴峻，但係嚴峻嘅就係家庭經濟嘅嚴峻啦。咁啊，根據 Which 呢一個機構啦嚇，即係畫面呢個啊，咁啊佢哋係乜嘢嚟嘅咧？就係一個消費者權益嘅機構啦。佢哋有網站有雜誌，我成日都比喻為有少少類似香港嘅消費者委員會，但係不盡相同，不過有啲類似咁樣啦。佢哋都會做產品嘅測試啊，講下慳錢小貼士啊等等。咁佢哋最新發布嘅消費者嘅叫追蹤調查啦嚇，Consumer Insight Tracker 就發現咧，原來英國家庭咧係因為面對嚴峻嘅生活成本壓力，令到咧有好多人啊要用一啲比較叫做咧唔係咁理想嘅方法咧去慳錢啦。咁啊，原來咧數據顯示，全英國大約有300萬戶家庭咧被逼透過咧食少一餐或者食少啲嘢去唔食嘢嚟應對咧呢個經濟壓力啦咁樣。哇，好嚴重喎！咁傷害健康噶嘛？你唔係特登減肥喎，因為冇錢啊，冇錢所以咧就食少一餐啊，咁啊慳啲錢啦咁樣。諗起以前咧粵語長片嗰啲咧啊，即係冇錢去開飯啊，個老豆要去賣血咧先可以買一餐牛白腩翻嚟俾屋企人食啊，嗰啲咁樣嚇。即係都幾大鑊㗎嚇，咁啊先睇咧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啲數據係點樣先啦嚇，咁啊逐個數據講啊，唔係淨係呢個最叫嚇人嘅事實啦，仲有好多其他數據講㗎。咁首先係今月嘅消費者信心指數跌到-62，接近咧2022年嘅時候咧，因為打烏克蘭咧令到生活成本危機最嚴重嘅時候水平啊，當時喺2022年時去過-70嘅，而家就-62，即係消費者咧冇信心使錢啦，唔想使錢啦，想慳住啦咁樣。咁啊另外咧都有71%嘅英國成年人未來12個月咧認為咧佢哋覺得咧英國經濟將會持續惡化，咁同埋咧有8成半嘅民眾對物價上升咧表示焦慮啊，咁啊8成半上2個月都係8成3嘅啫，而家升到8成半啦嚇。咁啊，燃料價格亦都係啦嚇，2月份嘅時候7成1嘅人咧係憂慮嘅上升嘅趨勢，咁而家去到8成3嘅民眾表示擔憂啊。咁呢個咧就係反映咗咧就係個原因啦，因為生活成本無論呢個燃料譬如能源價格或者係食品嘅價格，全部都係會升得好快，令到好多擔憂，同埋咧對於經濟嘅前景咧都係有隱憂啊，擔心會唔會就係譬如話加人工加唔到，甚至可能份工都冇埋咧，所以變咗要慳住使啦。消費者指數、信心指數咧都跌咗好多。咁呢樣咧直接咧就轉化為咧對基本生存需要嘅削減啊，已經係去到慳到咧要基本嘅需要都慳埋啦。例如乜嘢咧？咁啊，超過2/3，即係6成7嘅家庭咧，過去1個月之內咧係調整咗佢哋嘅購物或者係飲食習慣㗎嚇。咁啊，有15%嘅家庭咧話佢哋目前係缺乏某啲種類食物，佢哋買唔到啊，因為太貴啦嚇。咁啊，淨係食啲平啲嘅，譬如肉類，可能淨係專買啲平嗰啲肉啊，貴啲嗰啲譬如牛肉啊、羊肉啊，咁啊都唔使自己買㗎啦嚇，真係買食最平嗰啲。咁同埋可能即係等咗超市咧傍晚特價先去買啦，咁啊都幾慘㗎嚇。咁另外咧有300萬戶，剛才講過啦，佢哋啲家庭咧為咗慳開支，直接就 skipping meals 啊，即係話咧直接慳一餐，可能咧唔食早餐啊，或者唔食晚餐，咁啊就2餐當1餐咁啊算啦嚇。咁啊於是咧就希望，應該係2餐當3餐，咁希望咧就慳翻啲錢啊咁樣。
咁呢個情況當然咧就係唔理想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其他食以外，仲有其他㗎社交孤立啦。咁譬如話咧，3成3嘅民眾咧過去1個月減少啲休閒旅遊啊，少啲出去玩啦，咁啊留喺屋企算啦，慳啲錢啊嘛。咁同埋咧就係有2成3嘅民眾話佢哋會更加仔細規劃佢哋行程去慳燃料啊，即係慳油啊嚇，揸車遠啲咧，兜路遠咗咧都擔心咧實用多咗油啦嚇。咁啊同埋咧13%，即係大約1%嘅民眾話咧，由於成本問題，佢哋去探啲親朋好友嘅頻率咧係下降咗。以前可能咧個個月去打牌，即係用香港人個打個比喻啦，去同個禮拜啊同啲朋友去打牌約腳啊打牌，而家唔會啦，唔好打牌啦嚇。少見啲啦，因為就要出去咧又要搭車或者要揸車又要使錢咁樣，咁啊唔好啦咁樣。咁啊，你見到咧情況好嚴重啦。咁啊，有2成9嘅家庭啊要削減必需品嘅支出，有2成半咧係即係1/4動用咗儲蓄先可以應付到生活成本。咁啊9% 嘅家庭咧，譬如被逼出售啲物件啊，譬如話屋企珍藏咗全家之寶，有部靚相機賣咗佢啦，有個戒指賣咗佢啦，要賣嘢去到咧係套現先可以應付到生活開支啦。有9% 嘅家庭都話要向親友借錢先至咧係可以應付到生活開支啊。咁啊出現咗呢個情況啊，仲有7.7% 嘅家庭咧已經開始咧就係有咧過期未還嘅供樓、私人貸款或者信用卡帳單啊嚇。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係越嚟越嚴重。英國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中一定咧話發達國家啦，定係個個生活都富足㗎，有好多人咧係即係搞到咧係要咧慳一餐食少一餐，或者咧係要借貸度日，或者係賣咗啲一啲叫做咧屋企嘅資產先至應付到啊咁樣㗎。咁大家點睇咧？希望大家唔係有咁嘅情況啦，但係會唔會都感受到生活上面有啲壓力咧？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啦。最後講呢單嘢咧就係咧呢個有錢喎，呢個人呢個咧就係法拉奇啊。咁唔係睇小佢啦，我唔係話佢我唔係話佢唔應該有錢啊，本來佢都有錢嘅。咁而家更加有錢啦。點解咧？原來咧就揭露咗咧佢法拉奇啊，即係呢個改革黨嘅黨魁啦，係竟然咧係收受過一個加密貨幣嘅大亨啦，有啲人叫佢或者加密貨幣富翁啦，就係捐款500萬英鎊。最大問題係咩咧？而家就涉嫌咧，佢係冇按程序申報，咁即係可能違反咗規矩啊。於是咧引嚟咧就係好多嘅爭議啦。咁首先咧，原來就係2024年初，法拉奇收到嚟自咧係一個定居喺泰國嘅加密貨幣投資者一個富翁啊，佢叫做 Chris 啦或者 Christopher 啦，咁啊提供嘅500萬英鎊嘅捐款，呢筆資金最初係冇公開到㗎嚇。直至到《衛報》The Guardian 咧，就係向法拉奇同埋呢一位富翁咧發出採訪嘅查詢咧。話我想採訪你，我聽聞咧你有捐款喎，有收錢喎。咁法拉奇咧就主動喺每日電訊報專訪入邊搶先披露啊，因為咧好少背景啦嚇。呢個The Guardian 咧長期咧都係經常會報導一啲法拉奇嘅新聞啦，包括佢嗰陣時咧讀書嘅年代點樣咧涉嫌一啲種族歧視嘅行為啊，有一啲比較咧納粹主義嘅行為啊，有時會唱嗰啲歌講嗰啲口號啊，咁樣一啲咧叫做咧令人眼都突埋嘅行為啊咁樣啦。之前又有報過咧，就係譬如話佢有冇買屋咧，就係叫做借太太嘅人頭啦，於是係規避呢個稅項啊等等。最新咧就係佢又講呢單嘢啦。所以咧，但係法拉奇就揾咗佢自己嘅相對上咧比較熟嘅一個多次接受專訪，甚至佢自己嘅一啲專題文章，佢自己寫嗰啲咧就係會多次刊登啊，特登揾個地盤俾佢刊登嘅咧，就係呢個每日電訊報。咁所以咧呢次咧佢又每日電訊報專訪入邊咧，首先自己自爆，知道咧查緊佢啦嘛，知道衛報佢自己爆咗先啦咁樣。而家我哋知咧捐款者咧係英國咧其中一個咧叫做咧係政治史上咧政治捐款最多嘅人啦，因為500萬鎊都幾厲害㗎。原來咧佢其實2025年咧又曾經向過改革黨捐1200萬鎊，當中淨係單一筆咧已經900萬鎊啦。總數咧成個2025年咧捐咗1200萬鎊，唔怪之改革黨唔會有錢啦嚇。同埋都曾經資助過保守黨同埋約翰遜添㗎，所以咧唔係淨係呢個改革黨㗎嚇。好啦。
咁啊，點解咧就引嚟一個嫌疑就係佢要申報而冇申報咧？咁啊睇落去就知㗎啦。咁首先咧就係原來咧法拉奇咧喺2024年5月23號嘅時候咧，佢曾經喺社交平台 X 上面咧就話而家唔係合適嘅時機宣佈咧唔會參加嗰年嘅7月份嘅大選。佢話咧佢想專注幫助美國嘅大選，咁話係咪幫佢老友呢個特朗普咧咁樣？好啦，咁啊但係講咗唔係好耐啦，5月23號講完咁之後咧，6月3號咧佢就突然之間轉為咧宣佈參選，咁同埋咧接任呢個改革黨嘅黨魁啦咁樣。咁但係關鍵係乜嘢咧？就係佢由唔選同選之間咧，係收到咗呢個附庸嘅500萬鎊嘅捐款。咁係咪收咗人錢之後咧，忽然之間就改口咧，就話會參選？結果佢真係參選咗啦，亦都成為咗咧國會議員㗎嚇。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惹人懷疑嘅地方啦，咁同埋咧佢喺2017年嘅時候曾經自稱咧好窮啊，好缺錢啊咁樣，咁咧而且喺2023年嘅時候咧，亦都曾經因為咧存款不足啊，而被一間咧叫做叫高級嘅私人銀行咧就關閉佢嘅帳戶啊，因為嗰間銀行要求咧要投資100萬鎊或者存款300萬鎊先至可以維持個戶口啊，咁啊即係等於香港好多啲專櫃理財都有最低要求噶嘛，咁佢原時嗰時嗰間咧就係一係咧就 investment 投資100萬鎊，一係就存款啊，即係saving 300萬鎊，咁佢因為唔夠呢兩個數時拉個數，所以結果咧就俾人刪咗佢個戶口噶，咁證明咧佢曾經咧好窮噶喎，2023年嘅時候啊咁樣。咁啊，呢啲就係背景啦。咁關咩事咧？點解引嚟咧？就係可能冇申報咧。嗱，咁啊，原來咧就係咧呢筆資金咧，法拉奇咧同埋改革黨都堅稱話咧，私人同埋冇條件嘅禮物就唔係政治屬性嘅，所以唔需要根據規矩咧係作為一種政治捐款咁去申報啊。佢話咧係我朋友送錢俾我使啫咁樣。佢咧就係話咧呢筆錢咧係為希望咧佢個朋友俾佢啦，希望咧佢餘生都能夠有安全保障，因為政府拒絕為佢提供由納稅人資助嘅安全保護咁話噃嚇。因為咧佢話喂，2019年我俾人掟過奶昔喎嚇，2025年初咧我嘅住宅曾經俾人掟過燃燒彈啊，咁啊襲擊未遂喎嚇咁樣，咁所以咧我係咧需要有擔心㗎嚇，但係咧政府又唔肯提供呢啲叫保護俾我喎，咁所以咧我就唯有咧就係揾老友幫手啦，老友就送錢俾我啦，咁令到咧我可以咧係安全啲，唔知咪請保鏢咁樣啦嚇，咁啊改革黨咧發言人亦都話咧捐贈嘅時候咧，其實咧法拉奇已經退出咗政治嘅前線，咁隨後參選同呢筆錢完全冇關啦。佢哋咁講就想話呢筆錢呢係送俾佢作為私人嘅捐贈，唔係佢作為政客嘅身份去接收嘅。咁所以佢就呢收咗筆錢之後，隔咗一段時間啦，隔咗1-2個星期之後呢，先至話參選。咁呢就係呢。會希望咧，似乎就係希望唔想咧，就同呢筆錢咧有任何關聯啦，政治上面嘅關聯啦，被視為政治捐款啦咁樣。咁佢都聲稱呢筆錢咧並不是用於競選活動，所以無需要向選舉委員會申報啊。因為佢堅持呢個係私人嘅捐贈嚟啫，唔係人哋捐錢俾我要我參選咁樣。咁但係佢偏偏就收咗筆錢冇幾耐咧，真係1-2個禮拜之後咧就忽然之間改口話參選。咁你之前話唔參選，收完錢之後就話參選，咁啊，梗係有人覺得呢個就政治捐獻係一個政治屬性嘅一個捐款啦，咁樣好啦，咁啊而事實上咧，根據國會嘅議員行為準則，新當選嘅議員咧要去係佢就任之前嘅12個月之內收到嘅一啲政治捐贈或者屬於可登記利益嘅範圍入邊嘅一啲利益咧，都需要登記。即係話咧，法拉奇為例，佢係2024年7月咧就任呢個國會議員嘅。其實過去1年咧，佢收過嘅政治捐贈或者咧符合條件要登記嗰啲都需要登記申報㗎。咁啊，於是咧而家保守黨就質疑啦，法拉奇咧冇申報到佢成為國會議員之前咧，收到嘅呢500萬英鎊嘅捐款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其中一個位咧就係話，如果送禮嘅動機或者用途同政治活動相關咧，就係必須要登記。而規則都講明咧，如果有疑問都應該要登記，即係話咧，就算嗰筆錢冇作住喺度上面寫明話係作為你政治用途、作為選舉用途都好，但係如果有疑問嘅話，有可能俾人懷疑係嘅話咧，其實都應該咧係要去登記。
呢個就係而家拗撬嗰個位啦。咁啊，另外啦，選舉委員會咧亦都考慮緊係咪對呢樣嘢展開調查。咁啊，焦點咧就放喺當時法拉奇咧係唔係屬於咧所謂受監管嘅受贈人啊，即係話咧係咪 regulated 嘅一個叫做收款人啦啊嘛。咁呢個咧就係個視乎定義啊。個定義係咩咧？就係受監管嘅定義啊，即係 regulated 嘅定義就係咧一啲註冊政黨嘅任何成員咧都可以被視為受監管對象嘅。咁但係咧而家咧見到咧就係保守黨同有啲人咧就話咧，似乎咧法拉奇咧想用方法去規避啊，因為咧當時嘅改革黨咧係由一間咧由法拉奇擁有嘅私人有限公司嚟㗎。法拉奇咧係曾經擁有呢間公司咧50%至70%半股份，因為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其實改革黨咧一路長期俾人咧笑啦，或者係揶揄咧，就係其實佢嘅一間有限公司嚟㗎嚇，佢唔係一個正式嘅政黨咁樣啦，後邊咁所以咧就係。會唔會因為其實佢係有限公司，所以唔係一個註冊政黨，所以唔需要受監管咧？佢係咪用呢個方法去規避佢咧嚇？咁呢個又係另一個焦點所在啦。咁啊，保守黨同工黨嘅指責咧，法拉奇再次破壞規矩，同埋咧政治上面都好揦渣啦咁啊，所以就向國會就係一個專責嘅專員咧去舉報啦。咁啊，自民黨亦都要求去調查法拉奇咧同加密貨幣產業嘅聯繫啦，同埋有冇收入人錢之後咧作出任何承諾啦咁樣。咁啊，呢個咧就係而家我哋知嘅情況啦。咁啊，大家點樣睇咧嚇？你聽完晒呢個來龍去脈之後，你覺得法拉奇咧係咪有做咗一啲咧即係違規嘅嘢咧嚇？有冇影響到大家對於呢個政黨同佢呢個人嘅觀感咧？嚇，歡迎留言分享一下。今集講到呢度為止，多謝你收睇同收聽，記得訂閱以及分享我嘅頻道，仲要撳埋隔離個鈴鈴，一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多謝你支持，我哋下集再傾過一啲英國嘅新聞話題。拜拜。